来继续来到高雄，二顶一届的凯米风台，有几来行政区，包括着三明区，有袂少的民体甲大楼拢入水。所以面对这届的风台，市府的团队唔敢大意。市长陈其迈一透早就到本河里的地风池来看风台的工作。顶一届的风台，地下室的车库来做大水的日安大楼，这回是提前来准备水门，做好着风台的演练，要甲灾害降到上低。等到这个箱涵水位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做滞洪。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带队前往本河里的地风池视察，听风信报告，确保风信的清理作业拢顺利完成。加速的将这个包括滞洪池以及相关的水闸门排水设施以及抽水马达等做好准备。预防的境界又到上悬，因为三滨区伫凯美风台来的时阵，正做重灾区之一，为了确保水利甲地防的设施会当发挥功能，大楼预防的措施搁较袂当减。这隐隐约约做一条线，有没有？可以一条线，上次全部都淹到，有没有？这边。我们这边也有一条线，你能看到？凯美风台来的时，水淹的管道，当地民众也搁记条条，就惊这回会搁来一届。很担心，预防措施就是车子把它开到比较高的地方，摩托车不能放这，因为摩托车放这边到时候会浮起来。第三名区的日安大楼，顶届风台来的时，地下室的车库是淹到真惨，这届提风水门来提早备战。因为这次他们都有提早做那个防水闸门然后你看架子都已经都准备好了。你敢没还了？加减吗？对。顶间敢有淹到？顶间你？有咧。有哦。因车甲奥多麦拢淹去咧。有顶一届的经验，这届官民共心，提早应变来预防，甲灾害损失降到上少。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